多同学练习到入库，因为车身入库要车身平行，选择回正的时候，车速或者是手速没有跟上，造成回正后车身歪了。像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应该怎么去调呢？很多同学因为调反轮造成车身压线。像目前这种情况，我们的车尾是往右边倾斜，右边窄，也就是右边危险。我们只需要举我们的右手往左边举半圈，好，举半圈，你看车身它就会慢慢的走平行，来怎么倒，找到个车身后面微微窄，前面微宽，好，车身平行呢，把这个半圈回正。像目前这种情况，左边的车尾窄就会压线，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抬我们的左手往右边抬半圈，来再次观察我们这个左侧后视镜，来怎么往倒车，到了车身跟后面微微窄，前面微宽，好，车身平行，再把这半圈回正。也就是同学们，我们在练车的过程中，哪边窄抬哪边的手，抬半圈，然后把车身抬平行，回正即可。